Hello，嚟到懶人調車第5集，亦都係最後一集。抄完我啲 setting，仲係覺得台車唔夠順手，正常嘅喎。每個人調車嘅手感都唔同，你以為你係亞龍索咩？今日再教大家知道3秒調車大法，邊度唔順就喐邊度啦。如果你覺得入彎推頭就係點轉都轉唔到個彎嘅，就係前胎抓地力唔夠啦。有2個方法，第一，而且係最推薦嘅方法就係前翼加1格啦。調完個車頭咧，即刻理個把刀啊！如果仲係推咧，就建議車尾調低1格。或者油門差速器調低少少嘅。調完之後咧，你要控制好喎，唔好即刻變得拓開嗰台86喎。如果你覺得台車甩尾咧，個車尾好似仲想爬你頭咁，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加尾翼啦。不過你要記住，尾翼越大咧，直路會越慢，所以其實加1格就夠啦。進階少少，如果出彎嘅時候感覺甩尾咧，咁後防傾桿咧可以嘗試調短1格，或者可以將油門差速器調低少少，咁出彎俾油咧就掂晒啦。喺 F125裏邊調車其實可以好簡單嘅，千祈唔好俾啲數據嚇親。如果你睇晒呢5集懶人調車系列咧，恭喜你啦，你由馬路殺手變咗賽道老手啦！想更上一層樓成為賽道精英咧，記得繼續關注我後邊即將發佈嘅進階視頻啦！我哋下期見啦，拜拜。